天氣持續不穩定。天文台喺今日下午6時10分及6時35分再次發出紅色及黑色暴雨警告信號。渠務署緊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經喺下午12時10分啟動，並且派遣200隊緊急應變隊伍處理水浸報告，重複巡查及清理全港約240個因為淤塞而容易水浸嘅地點。截至下午8時，我哋總共確認19宗水浸個案，分別位於新田永平村、坪輋里屋、粉錦公路、屯門法院、坪輋塘坊村、上張圍、流浮山網井村、屯門奕元路附近地盤、羅湖德月樓停車場、連馬坑路、屯門井頭村、屯門山景村、天水圍天福路、上水寶石湖路行人隧道、錦上路近蓮花地、文錦道、新田竹園村、元朗楊屋村以及錦田高埔村。經過渠務署緊急應變隊伍嘅努力，以及強力排水機械人龍吸水嘅協助下，我哋已經完成清理其中16個水浸個案。我哋現正全力處理位於文錦道、新田竹園村以及錦田高埔村嘅水浸個案。渠務署會繼續同天文台及路政署保持緊密聯繫及合作，保持戒備以及快速派遣緊急應變隊伍，迅速處理及清除水浸。喺惡劣天氣情況下，暴雨可能會令河水突然暴漲。為咗保障生命安全，市民應該遠離河道及排水道。如果市民發現排水設施淤塞或者水浸，請致電24小時渠務熱線23001110通知我哋，我哋會盡快派隊伍處理。